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哦，今日节目当中又会同大家来收见嘅亲好的东西，就会食。韩国人今日又会同大家来收见係一間面包咖啡店。韓國人嘅相信大家就親好食呀面包咖啡，唔過一間面包咖啡店開到我嘅家鄉苗栗，故所我嘅好會同大家來收見嘅苗栗嘅連沙河，我嘅故鄉嘅真歡喜來，首先來分享下面包咖啡店嘅頭家葉子娟分享。大家好，我係葉子娟。今日同歡喜來到福起來咧，楊先生，談到呀腔頭是都哦親親切，就是苗栗講嘅話。哦，那來咩腔樣啊？腔樣係苗栗人故鄉嘅來分享面包師傅黃小華分享。大家好，我係黃小華。今日同歡喜來到福起來咧，楊先生。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講到呀面包店、咖啡店，大家應該都當接看到。唔過從我嘅屋卡家鄉苗栗就一手看到有面包店同咖啡店咁樣結合做共下，要麼就是單獨嘅一間咖啡店，就是咖啡廳廳。啊，希望就係單純去買面包，咁樣嘅面包店。啊，唔過亞頭嘅店咪係兩種來結合做共下，對，係安尼。那子娟會同他來分享一下，一開始這麼個想會開一間暗用嘅店沒冇？因為你就會做懂得品相，感覺就覺得冇按簡單。因為我原本是一個人開咖啡店，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就是但是一個人的咖啡店就規模很有限，你可能就幾個簡單的甜點，然後咖啡，然後可是因為苗栗人的主食還是麵飯類為主，對，然後一聽都會是飯，對，可是那就是餐廳了，然後我就還是會覺得說，那要讓它更多樣化的話，就是想要有別的可能，然後那個時候就剛好吃到我們主廚他的麵包，因為他那時候自己會在工作室做一些自己的麵包，然後請他的姐姐就是他會來團購這樣子，然後他的姐姐剛好也是我的朋友，然後我就吃到了他就是當天現做的麵包，然後我一個人就可以吃掉一整根的法國，很厲害，法國麵包，就覺得那個一吃到你就會覺得哇，苗栗如果也有這樣子的麵包店就很棒。因為苗栗的麵包，還是比較傳統，對，比較少能吃到像比較歐式啊，對，像法國麵包或者比較酥脆的麵包，都是比較偏軟的日式麵包，然後既然我都已經有想要，就是讓規模就是更多樣化，就試探性的問一下，對，有沒有合作的可能？對，所以師傅你就同意了這個提議。為什麼會同意？因為其實你氣改應該本來沒有其他嘅工作，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哦，對，因為那個時候是因為從高中畢業以後就離開苗栗，然後基本上都在新竹工作。那其實一直沒有機會，其實當然還是會想要回來苗栗做一些什麼事情，還是會想回去。對，那就剛好借這個機會想說，那可以試試看，然後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回家看家人這樣子，看爸爸媽媽。啊，子娟就會一次就帶到苗栗。對，哇，所以就是因為暗用想會開一間店嘅，然後就請了一個麵包師傅，清腔的麵包師傅，對，來合作，因為直接自己就已經先被那個麵包吸引了，對，所以就決定要把那個這個師傅跟麵包直接放在自己的店裏面賣。對，但是可以給店嘅。畢竟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其實一次都福起來的訪問懂到開餐廳嘅人，又係講開咖啡店嘅人，我都覺得天哪，好嚮往他們的生活。啊，唔過其他的私底下幕後跟我講說，不要開店，開店很辛苦。而且你用啥開店每個時間還係都要1.7年，從在2021那時候 COVID 台灣最嚴重的時候，這麼剛好，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開店？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最嚴重的就是之前就是在2020嘛的年底的時候，那之前我的那個原本的咖啡店的租約就快到期了。但是因為如果我要做一個不一樣的規劃，那個空間就有點有限。等於說我要重新看過店面，或是我就不要選擇
更多的经营方式。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认识了我们第一个店面的房东。那他就是一个在新的大楼底下的那种就是店面。就是那种挑高4米很崭新的一个空间。对。然后他也很就是赞同我们就是咖啡面包的，因为在社区里面有这样的店，就是感觉蛮好的，很像专门的社区餐厅的感觉。然后当然那个当初它也是刚新成屋，所以住户可能也还没有完全就是住满，可是它已经销售完了，然后所以房东就很有信心，然后他也就是加入变成我们的股东。哇，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开始。前面的就是规划商品啊，路线应该怎么样，规划着，然后疫情就变严重就来了，然后就还是一样决定继续开下去。对，因为那时候住进去的住户也有蛮多的，然后他们就要开第一次的住户大会，可是因为疫情很严重，那住户大会通常就是会议会有一个餐盒啊，对，可是因为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也有点对外面要订什么吃的。就怕的，然后股东就说：“那不然就我们来，就接这个，就是阿布卡留带哈，有一点面包店。就我们虽然还没开，可是因为他也吃过我们师傅的面包，然后他就问说：，虽然我们还没开业，那这100多盒住户的，就是餐盒，要不要我们试试看？然后我们就觉得，既然设备都到位了。”对，我们就开始，然后一鸣惊人，也不是一鸣惊人，是他们吃完之后，就会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哇，我们楼下有一个这样子的店，好棒哦，什么时候要开？好像社区公社一样哦。对，就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开，就会一直问，然后问着，好像就觉得好像可以。就开吧，就这样子。然后，即便遇到疫情，你们也还有新的想法，比如说，听说有做一个叫做防疫宝宝，对，吃饱饱的饱，面包的包，对，防疫宝宝。那防疫宝宝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里面就会有，就是我们尽量就让每一种款式的防疫宝宝，就是有咸有甜，然后有软的面包，也是一个餐盒式的感觉。对，有软的面包，有硬的面包，就是分量大一点的，就是你买了这个大概1个礼拜的早餐。对，好棒哦！对，然后我们也会在那里面有说明的，就是面包冷冻可以放多久，就是你不用怕说我们一次买那么6到8个面包，对，所以很完整的配套，即便因为疫情没有上班发工，应用了调整。那讲了这么多，当然要吃一下。我真的是在这边，你知道那个味道这样散过来，非常的好奇，因为。基本上来压面条前看到是最基本的吐司，但是做了一些口味的调整。比如讲，冲来面条前这个是芝麻口味的吐司，而且我刚刚拿起来超软的。对，来介绍一下师傅，你们家的吐司。基本上这个就是之前很有名的吐司，就是生吐司。有很贵的，一片100多块的那种。对，但是我们没有卖那么贵。好好吃哦。对，但是我们其实苗栗人比较应该说，老人家也比较喜欢吃芝麻的，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要做一个芝麻口味的面包这样子。而且它超松软，我刚刚撕开，因为一般来讲切开来。不用都亚诺波有人接受才对，会找着，但是它没有，它还是很湿润，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师傅说是秘密，不要告诉我。也没有啊，就是制作的过程，只要有严谨一点，遵守到该要的条件的话，基本上就会是这种状态。我觉得我懂你的感觉了。难怪你会一吃，还有难怪你们那个住户会一吃就觉得天哪，这间店一定要好好赶快开一下。对，就会很想说，大家一定要吃吃看它的面包。对，真的好好吃哦，因为有松软，韩国我刚刚一直没有讲到芝麻的味道，芝麻的味道淡淡的按的出来，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很香，而且不仅仅有这个芝麻的口味，其实还有其他 Q 米给吐司，对不对？来介绍一下。还有火腿起司，就是很受欢迎。对，台湾也是很经典的吐司口味，跟抹茶红豆麻吉。还有麻吉在里面。对。天哪，很想吃，这太远了，有点难拿。我等下广告再偷拿。对，这个看起来没懂讲颜色，而且再加上我想象，就是搭配刚刚那个很湿润的吐司的口感，我都觉得
好好吃哦！还有不只有你要的上都会算是比较基础的吐司之外，还有其他跟面包。毕竟共啊，头前有一个叫做熏鸡堡，对不对？对，来介绍一下它的全名是熏鸡多古堡。熏鸡多古堡，它看起来算是一个很健康的那种不用懂的坚果，那种杂粮跟面包，但是里面好像别有洞天哦。对，它里面有放了熏鸡。等一下，它里面有放是 cheese 吗？对，太满足了吧！因为我很喜欢吃 cheese， 有时候看到这个面包的外表，你可能会想说怎么看起来那么健康，但没有，它里面也有蛮丰富的啦。来分享一下这一款面包，它基本上也是算是软式的欧式面包为主体。那谷物的部分，我们自己有先去蒸过，让它不会。为什么要蒸过？不然如果你干的放进去，它会吸面团的水分，然后吃起来就会较糟。对，你是不是不小心透露了秘方？没关系。但他是用心，对，就是他的细节都顾得很周到。我必须说，我有自己做面包，但是只是做自己好玩的。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些谷物要先整工，对啊，这样我们会找着。所以我刚刚说他是不是透露了秘方？就是至少让它吃起来不会说啊，可能像我们一般在吃杂粮，可能会咬到一颗硬硬的。对，可是那个基本上就是干的直接下去，那就很容易会有这种非常大的差异的口感。原来是这样，很可爱，冇问题嘅。也就會復起來，中文教育有唱到也按到專家吼，嘅真係可以用專家來喊價，來同大家來分享。真係都係好多咁多東西。故說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嚟再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真都復起來咧，我係終於看阿 Q 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我嘅故鄉苗栗，韓國係啲嘢成百嘅蔬菜，苗栗市又可以見家己麵包店，每週得去啉家己，每週得去買麵包，啲苗栗算係每按到店嘅都有按用賣，對不對？每按嚟做嘅，啊唔過夾到有做嘅青島嘅厚身嘅麵包，加上美食島嘅吐司，還有那個燻雞堡的部分。那今日也沒有帶來一個清淡飲食嘅這個小菠蘿麵包，對，然後是菠蘿小烏龜，對，唐公有聲音嘅輕中醫那一款麵包，對不對？對，就是他們都很喜歡，就是一定要叫媽媽來買的。感覺下課就應該要去買一個，很可愛。所以它那個還有不同的口味嘛，在它的菠蘿。對，它沒有內餡，就是只有上面的菠蘿，然後不同的口味。哦，很可愛。那不只是這樣子，除了有給每日帶來嘅飲料，其實還有凍豆跟麵包不定期的會出現。大概有哪一些？我們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師傅。面包吗？還有哪一些？就把你的品種、你的種類、品項。還有像鹽可鬆，然後像是甜麵包、肉鬆麵包比較經典款的，跟青蔥，然後還有紅豆乳酪。紅豆乳酪感覺很好吃。然後還有芋泥肉鬆。哦，芋泥肉鬆很客家。對，這個也賣很好。我奶爸爸應該懂，好吃。對，然後。歐式麵包就跟它的那個多古堡，然後還有茶香腰果，然後還有黑眼豆豆，巧克力的，對，所以沒有凍豆種無享用嘅麵包。啊，唔過天司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佢講亞下講到亞下想要去買麵包嘅話，可能我認真來談一下。我們這間店是有作息表的，每當天都有麵包。對，因為我們就是從以前。就是在第一個店面到現在，都是只賣當天出爐的麵包然後所以那一定會有剩下沒有賣完的麵包，那我們都會去抓控那個量，但是呢，師傅就是很講究新鮮，所以只要我們隔天如果有剩下的麵包，我們是會買咖啡的話，就是直接搭贈一個小麵包，用鬆對，因為就是。
还是想鼓励大家是来买当天出炉的。你说怕一讲之后大家都隔天去买？也不会，就是来买咖啡就送了。我开玩笑。但是因为这样子啊，就会发现说天天出炉的那个耗损，就是毕竟因为大家每次来都会买很多，那可能就会一阵子不会来买。对。但是因为我要天天新鲜出炉的话，那我们就把时间缩短到只有1个礼拜3天。对，那其他礼拜日、礼拜1、礼拜2拜日、拜1、拜2都会有新鲜的面包。对，然后因为我们人力也比较吃紧，那目前店里面的话就是我还有师傅，然后跟我们另外一位伙伴，对，我们3个人，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轮休，所以只能同时休，就只能店休这样子。所以店休是礼拜3、礼拜4，对，然后5、6日1、2都有咖啡后生，还有早午餐早午餐跟咖啡是每天都有的，只是面包的部分就是日1、2。太咖啡好记得咯，就有点难记了。对，因为就是真的从按用心给 C 店的，其实有时候你要吃到特色，你可能真的要找这种小小的店里面，你才有机会可以吃到。而且听说这个师傅在用料上面也是非常的用心。你的酵母，懂你都是用那种速发酵母啊，就是现成的。但你听说还有在自己培养酵母？对，就是自己培养天然酵母去取代以前传统的改良剂或添加剂这样子。所以是让他用比较健康的方式，然后也是尽量都会全部出自你自己的手里的感觉。因为做出来的东西，我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家人也会吃，所以对我来讲，基本上我能不用，我就是不用这样。我很佩服因为人就讲完去改店做面包啊，我就是觉得要多一个我不可控制的东西，对我来讲挺困难，因为自己发酵母就是没有这么容易。对，所以就是方便来讲，就会用给一般的商业的酵母、速发酵母来做，就会很简单、很快速、很稳定、很好操作。不过像牙的真的嘿，我觉得是要真的有用心，这样有办法，用去改做的酵母去很谨慎的去挑选到这样用的材料。古时候下来今年有抢到呀，专家人就有问题。当然就会讲，身边保听之后会是张出炉张配好尤其是这种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还会去黄昏市场的面包店，然后就是等到5点要出炉了，然后感觉妈妈就在跟面包店头前等个张出炉那个吐司和 sale 但是听说吃面包最好的时机，一穷没给时间是这样吗，师傅？对，因为当然刚出炉是最新鲜嘛，对，是大家看得到的最新鲜。可是其实面包在发酵的时候，它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你烤完以后，其实还会有非常多二氧化碳留在面包体里面。那你在热的时候就直接吃的时候，其实你会吃进了很多二氧化碳。跟大家有没有印象，热的时候吃面包，其实你的面包在嘴巴也是一坨一坨的，有点像湿湿的感觉。对，它不会化开来。你不管咬多久，它都是小颗粒。那你这样吃进去的时候，就容易会胀气。竟然对，所以基本上你还是要等它完全冷却，冷却完你想要吃热的，你再回烤。这样回烤就不会有刚那个状况。对。原来是这样。用同 Intel 拜理解给完全好像不太一样。对，原来是按古时候就不是当一排队嘛，是不用去排队，就记好作息表，哪几天有就好了。原来是这样，就预定就好了。预定，所以是可以预定的，面包是可以预定的。对，我们就是就是贴心的有一个社群，因为现在赖呀什么都很方便。对，然后大家都其实也都是下班时间，会顺路来把面包带回家。对，所以他们就会早上看一下我们出炉品项有哪些，然后就会先预定。那他就不用担心他来的时候已经没了，我们都会帮他预留在柜台，而且都是放凉了。对，然后包装好这样子。对，他们就很方便。对，大家要来好好记得记得这几天拜日、拜1、拜2。张有雅面包不过还会同大家来分享给他的个咖啡，一直讲面包有没有？都没有讲咖啡。对呀，这个老板就是也是非常得意的，我觉得很漂亮，因为他损耗有2笔咖啡。我一开始看到我都
不知道他们是咖啡，很像调酒。我想说这调酒也太大杯了吧？对，好饮。福音用呀，这个很漂亮的，我觉得它很像撒糖同会给什么，再加点贝壳就很像了。对，这个叫做 Blue Monday， 对，蓝色星期一的谐音吗？对，好可爱哦。应该是说一开始做出来的时候，就有点像主持人讲的，我觉得很像海滩，所以那时候本来取名要叫国境之蓝。哎，对，很有海滩的感觉。对，然后但是就觉得说这么好喝，感觉它其实味道很疗愈。然后如果你在心情不好的礼拜一定要上班，就可以对有一种度假感，只是在咖啡杯上。哎，我刚刚看那个实体更漂亮哎，这里可能舟车劳顿，对，从苗栗带台北，它有点辛苦了。对对对。那我现在就要把它搅散喽。好，然后给搅匀脏了色，对不对？对。好，所以把它搅散，它突然变成有种抹茶色的感觉。对，因为它碰到咖啡是酸的，所以它是有点像拿铁。它是拿铁，然后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多了一个印尼的椰浆椰奶。有，我有喝到。对，椰浆之外，那个蓝蓝的是什么？就是柑橘，所以你会觉得你的椰奶不会很腻。原来是这样。对，然后它的咖啡就会咖啡味就没那么重。好好喝哦！真的吗？对啊，这个很适合，就是星期一喝，很疗愈。对，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对既定印象就是咖啡就是苦或是加奶，只有奶味跟咖啡味。那其实它可以有不同的味道。我觉得它即便是就是可能没有很爱喝咖啡的人，也可以接受，就是会觉得它像是一类饮料的感觉，给某种会单纯的咖啡耶。对，那当然喜欢咖啡的人就不用说啦，就是偶尔还是需要一点点花样糖分，糖分的疗愈。那个比咩懂电影想叫早安橙之美，然后给感美的那个橙。对，来分享一下这一杯。因为我们一般看到咖啡如果有加到果汁，就是柠檬汁，就是我们西西里。对，听到的西西里。对，可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有发现，男生就是我们的顾客，他虽然很想喝个这个蛮解渴的饮料，可是西西里就是比较酸。你不用说男生，我就清讲酸哦，真的吗？我就慢慢干涩西西里，因为你要综合那个酸的感觉，你就会给它冻痛，对，然后就会变成给比又酸又甜，然后又冇咖啡跟米西，我就有点不知道我在喝什么。对，那这一个的话，它的柳橙汁就是可以解决你刚刚的疑问。有吗？好解渴哦，而且它喝得到果粒耶。对，就是我们的柳橙汁是有果粒的，所以你整个就是果汁嘛。然后再加上咖啡，但它是不是又是咖啡味？没有那么它有咖啡的味道，然后还有果汁的味道，用这么多色类豆。对，你继续讲，我想要。我现在觉得很想要去咖比糖抽一下。对，它就是可以让你一口接一口，它不会像西西里，你可能每喝一口要先，还是要再就是消化一下那个酸。对，它就是可以畅饮。很棒哎，这好适合夏天喝哦。某兄都面包按后吃，连饮料都按后淋啊，用心，真的，我觉得用心很重要，这就是小店的价值啊。就我们没有办法从连锁店的那一片都有啊，动态店又懂你啊，不过小店就是有小店的灵魂。对，就是可以比较专心，然后跟任性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任性是不是？好啦，清房系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嘅啲咩，還有當內容嘅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質嚟。大家又賺到福氣了咧！我係終於去阿權摸，我一下心情動好，因為我今日食的麵包、食的吐司和裡面動好食的兩種咖啡。所以我同大家來分享嘅家鄉苗栗有一個咖啡麵包店嘛，韓國家到嘅產品有多年，甚至連一個有麵包又好食的又好飲的一個套餐叫做樂趣和美油。我們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這個感覺很滿足的
一类套餐。对，因为我们的面包很多客人会拿回去，可能自己做三明治啊。对，那但是有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那你们有没有用自己的面包，或是做什么餐点？就是我懒得在家里做，就是老板可以帮我做吗？对，然后那我们当然就还蛮引以为傲，我们自己的师傅做的面包，像贝果啊，刚刚有漏掉，就是我们也有师傅有他量身定做的贝果。什么叫量身定做？一般的贝果都是烫面之后，就是表面很光滑，然后比较韧。对，就是有没有我们的印象中的口感？就是懂晕，很像。西式棒子头，西式杠子头。对，那如果那个再加料的话，你其实很难咬头。对，我常常就想说，为什么这个卖贝果诶，很够底度加三明治的东西按流行？因为对我来讲，我光是单吃贝果，我想说是我牙齿很不好吗？因为给又懂盆，给加的东西懂盆，因为哎呀。咬不到，对不对？然后你就按有绑口来，然后那个火腿都被你抽出来了，面包还没咬断这样子，然后弄得就是乱七八糟这样。对。然后，可是我们师傅就很贴心，他就是知道其实这样子的比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也比较有落差。没有你给阿公阿婆可能咬唔对，咬唔同，就会觉得亚中的中唔得生。对。然后我们就有让师傅，就是他很用心改良成比较松软的，它还是表皮上有一种贝果特有的那种亮亮的，亮亮的跟稍微有点酥脆这样。对，可是它的里面撕开来，它的组织就是很松软。哦，好厉害哦！所以你切半的时候，再加生菜，再加你想要的料的时候，其实它是很好咬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我们最骄傲的生吐司。真的。它就是我们原味啊，就真的你真是不用烤，然后直接夹。它那个我们都是切，因为它很软，所以我们切比较厚。对，它是比一般不好切。对，比一般的吐司再厚一点，所以吃起来就是也超级满足的。原来是这样，所以它会有一个套餐，是有一个你们做的像是堡类的东西。对，它就是切开来就两份这样子嘛。然后另外它会有一个小空间，就是我们吃东西一定会有配菜啊、副餐的感觉。对。然后我们店里面就是我自己就是有炸薯条，是自己烤的蒜头油。所以它淋在那个炸好的薯条上，就是可以不用加番茄酱。好用心哦！光听到都觉得很用心。对，然后如果不想吃这么油炸的，还有烤时蔬。就是红黄椒啊、马铃薯。对，然后还有花椰菜这样子。好满足哦，真的是一盘所有的东西都给嘞。对，然后小朋友也会觉得面包啊、肉啊、蔬菜都吃到，妈妈就好开心。就是可以把小孩带去那里，妈妈放空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你知道，妈妈直接说要去我们附近有一个那个猫狸喵亲子公园，对，所以他如果要去野餐，就是去玩耍，然后那个盒子就是刚刚好可以带。可以这样子带着出去就对了。很棒哎。对，它就是一盒，我们设计好就是刚刚好一盒这样。所以都底肚生没做的，外带没做的，对，很量身打造，很为苗栗量身打造。对。然后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猫狸喵公园，还真的有一个商品跟猫有关系，对，叫猫的脸。对。但是泰嘎听说唔敌猫的脸是什么东西？老板的师傅要分享一下猫的脸是什么吗？猫的脸其实那时候是真的是想说店里要做一个类似像伴手礼的东西。那因为苗栗的旧名是猫狸，对，那就以这个去做发想。那也在网络上也找了很久，找那个模型，最后是真的有找到。那模型也是日本知名品牌的模型。所以那时候买来以后就想说，那既然有模型了，那内容物要什么？那还是想说用苗栗当地的特色的食材去做结合。对，像杭菊啊，或者是像草莓啊，就这些，或者是像什么擂茶对，就是一些苗栗的元素全部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去做。所以它那个猫的脸，它本体它是什么？本体是一个猫头，就是一个猫的头。对，那它
咬起来，它的咬起来其实口感比较像那个马德雷的蛋糕。你是故意谐音的吗？是的，是的。猫的脸，马德莲，对啊，好有创意哦。所以小朋友其实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马德莲，但他直接看到，对，他说那是猫的脸，很适合。因为我们也会有同事想不起来马德莲，他知道那个东西是贝壳状的，对，但他不知道它叫马德莲，就是你每次都忘，因为毕竟人家是法国名字嘛，对，就像我们都啊，那我们叫它猫的脸不是很顺口吗？我觉得很棒哎！如果我同事知道，他可能永远都会叫猫的脸，忘记马德莲这个名字。韩国又讲也没有，你给亲友推背为亚的不善都敌度，韩国边州市它变成有点像伴手礼了，对不对？对，就是我们一连开到现在刚好遇过3次中秋节哦，对，所以我们这3次中秋节3年了，对。只有第1次那是刚开，所以猝不及防，还没有找到那个模型。后面的2次就是我们都有蛋黄酥脑去搭配猫的脸。哇，很棒哎，又可爱，然后又轻又美丽的感觉。那除了猫的脸之外，接下来有想要再为苗栗推出其他的伴手礼之类的吗？有啊，就是因为我们我们的中秋礼盒，就是现在越有经验了嘛，就比较有多样性的点心，像我们有做过酸甘茶的布朗尼，然后也有做过东方美人茶的那个蛋白霜。等一下，让我消化一下酸甘茶。我在现在脑袋里面拼凑它为酸甘茶跟布朗尼。好，然后东方美人的什么蛋白霜、马林糖哦，对，所以他们都会吃起来，因为都有以茶入菜嘛，对，然后所以它就会让那个甜点比较有韵味，然后又不会那么腻。哇，对，很有特色。对啊，然后所以有这么多样性的之后，我们就觉得苗栗大家都会说是苗栗国，开玩笑啦，开玩笑。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是蛮骄傲的，苗栗国常常讲。像我们如果说开玩笑说去天龙国，那我们就是出国去苗栗国。对，我回了一趟苗栗，看给爸爸妈妈，我出国这样。讲到这个，所以就会想说，有些很多就是大家都去外地工作啊，然后或者是有外来的游客来到苗栗，那我们就是一趟我一定会带一个行李箱，所以我们想要之后推出，就是像出国都会带的行李箱，然后用做行李箱造型的那个里面有苗栗特色的或是客家菜的特色的，就是小点心。然后如果18乡镇的那个水果也好啊，或者是像草莓嘛，对啊，农产品有入菜的话，就是18乡镇像是会有一个护照的感觉，也是让大家不只是认识苗栗2个字。对，然后18乡镇的特色也可以一起认识，好厉害哦！去发想。你确定你要现在在节目上讲出来吗？因为我讲了之后，他就会赶快想要怎么把苗栗给属于给熊这类东西，然后给编落去，对，然后变成烘焙的点心这样子。对，我觉得这赋予苗栗国另外一个意义，对，然后大家又做在用那个一种方式，喊看认识苗栗。对啊，对，很有趣哎，从这个方向想就不会，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苗栗国好像是一种讽刺，但是其实我们有点在继续延伸它的意义，因为苗栗就会给孤雄啊，虽然我们很常自嘲苗栗国，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苗栗。对，就是很希望大家在苗栗国这3个字的背后，其实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深挖。对，很棒哎！古时候唔可能真人亲有创意、亲有想法，都去家嘅舞卡可以点，真人非常嘅冇简单。我们讲嘅相信，听上面有读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位都这么辛苦，就是创业，甚至还有其他的工作，有读到乜嘅困难嘅事情吗？困难的事情应该就是现在体力跟不上，太忙了。因为我们来参加录影前，我就很认真的问他，我说如果我们来参加了福气来了，就大家看了真的，你知道效果很好。我说，然后我就看他一眼，做得出来吗？对，没有，因为就是苗栗其实要请到，就是因为外移的人口外流太多了，对，然后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年纪或是更年轻的求职的人，就是比较难找到。对，这个就是他现在很辛苦的
一点，都很辛苦的地方。对啊，但是我觉得开心的事情还可以做在周期感熊周的事情所以我都会一直跟他讲很多客人的回馈，就是想说鼓励他，这样习武是吧？消耗他的劳力这样子。因为他也是因为他很比如说像我刚刚说因缘机会，他姐姐介绍他的面包嘛，像姐姐还有他的爸爸妈妈就很高兴他，因为这样子更常回苗栗，对，然后所以我都会跟他讲很多，其实苗栗很多客人喜欢他做的面包的故事，想说你看不止你们家人很希望你回来做，对，还有很多不是户口名簿上的家人。我觉得真营做的第一幕卡改熊做事情是轻分析的一件事情，基本也非常分析做的收拾nhà đều亮啥，我下次就带我爸妈去找你们喝咖啡吃面包。可以，谢谢。什么呀？头家韩国师傅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为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跟数款休息一下，天天欣赏叫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